靠晒你啦，費事。應該保持。OK， 我想有冇紙筆咧可以借到咧？沒有沒有。俾我又未到速嘅時候，俾速我哋兩個人。係啊。喂，未得住，未得住，阿子會行開咗。定係你篤呢個啦，我搞呢個啦。應該篤唔切，會篤唔切，所以我等啦，好快。OK。
1-2。放手！真係插到喇叭。唔緊要，唔插都得。我由晒攞叉電。嗰度啊？喺呢度。比賽繼續，雙方球員請進場。喂。
2分鐘。白色最終時間14秒。時間1分鐘8秒。30秒。20秒。10秒，8秒進攻。3、2、第一次元比數16-6，白色領先。比賽繼續，雙方球員請着場。時間14秒。8秒進攻。8秒進攻。白色請求換人。白色最終時間14秒。
8秒進攻。打翻電話咧。打多啲冇問題。8秒進攻，5秒進攻，3秒進攻。白色請求換人。喂，波手拎籃板啊8秒進攻，5秒進攻，3秒進攻。8秒進攻。球員將凳拉後少少啊，唔該晒。雙方請求換人。深色14號兩份14深色。深色請求換人。雙方經多兩次，時間2分鐘。
时间3分钟。俾個波前面都唔好嘅。收息先啊，會長。時間1分鐘。8秒進攻。一陣啲，搞一嚿。時間30秒。15秒。10秒。5、4、3、2、1。第二節比數26對16，白色領先。26啊，都兩分。平啱。但係自己坐低。但係其實咧，即係我都問你，即係問。比賽繼續雙期請進場。私眼嘅小朋友。11秒。8秒進攻，5秒進攻。再望！呢個對一啲有啊！8秒進攻。
3分進攻時間8秒。อะไร啊打球打上5秒進攻。多咗個新嘅大機會。嗰個21號。8秒進攻。阿哥已經。阿軍頂埋，阿軍頂埋。好入埋。球仔球仔。時間2分鐘。
白色28號兩罰，白色偏多3次。時間1分鐘。停，到底。3色請留冇人。阿哥。時間30秒。15秒。慢慢射。第三節比數34對35，深色領先。3-4啱嘛？時間14秒。8秒進攻，5秒進攻。白色15號3罰。Hugo 講啊，君啊一陣。36-37喎應該。加油！喂，sorry。唔該。三色請留人。白色請留人。白色進攻時間8秒。
秒上攻。邊人？白色小球會場。白色小球會場。收聲最好時間14秒。比賽時間剩餘最後5分鐘。8秒進攻。三色小球會場。係想3啊？買埋。哦，買埋，等等。
開頭。啊，頭先係嗰邊開，所以而家係呢邊，即係呢節係呢邊開頭嘅時候。即係向呢個方向開先，得先啊！呢個方向而家。我哋啊！等。比賽時間係42秒。舉高手啊嘛。係。但我睇唔到邊個舉幾多？我哋有睇幾多邊睇先係舉三分。舉手就係我見到啱啱嗰個都係舉手。唔係兩分都係舉手嘅，但係向下。時間係8秒。37對44，深出勝出，兩分傳回去對面分打前面，驚人攞上，唔該。我靠！我講唔到啲咩，我哋話唔到事。因為咧，以前係舉3隻手指。射波向上就係舉3隻手指，但係入咗就雙手舉。因為我睇唔清楚呢個。因為如果射波2分都係咁樣，入咗先係舉高，然之後落。係。有時都。3分就1隻手，入咗就2隻手。好冇禮貌。我想知佢啊，頭先講粗口。邊球？哇！甩鞋嗰球。我哋整啲球。佢好大聲喺度講啊，黐撚線咁樣，跟住喺度咁講喎。球員喺場度都係咁講粗口㗎啦。我想話俾你聽咧，你係咪對？點解新佢唔出聲？我諗住同佢講，呢個係 official 暫停，所以咧佢甩鞋有死物喺度，可以 official 暫停，亦都可以換人，就係咁簡單。That's all 講完。我幫佢解釋翻嚟嗰陣聽嘅話，唔識嘅自己睇下嘢，唔好下下喺度嘈。連 official 暫停都唔知係乜講。點解可以換人喎？佢話點解可以換人喎？我 call 停咗啦嘛，死球嚟㗎嘛，響鐘啊嘛，咁點解唔可以換人啊？可能佢意思就係覺得甩鞋唔會 call official timeout。呢個係特殊情況啦，呢個係一個安全嘅問題。係，即係一定係安全第一。你有個物體無啦啦喺個場度出現，我哋就有義務去 call，除非嗰個球員
咁掹對鞋出嚟掟出嚟。係。